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面咧红红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结结做一伙。是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工咧忙忙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今嘛莫搁假。嘿，要讨我的爱，好大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。怨叹无人知，思念做风台，心情差温暖。其实我拢知，其实我拢知，好大你就来。尖叫声哎！你就是安尼。像破死过这呢简单的问题，你就是安尼，像放风吹，亲像鸟只自由飞。哦，青春短短，不免歹势，脚无有情搁有体。哦，感情短短，莫想遐多，随着音乐玲珑西。Everybody， 个个看妹妹。Everybody， 阿桑看阿伯 ，Everybody， 练到100岁 ，Everybody， 心情好甲唱十倍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来起舞音奏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不是女性中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来起舞音奏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不是女性吹来。谢谢周定伟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定伟，嘿，雅文老师，哇，真的，我觉得今天改编的很好，先慢慢的来，然后那个气氛拢抓到啊，将人的心肝慢入来了后，才忽然间练武功，结果我就发现你好会跳舞，非常会跳舞，而且你跳的酷谁是非常帅的，真的是欧巴，哦天哪！可是我听了这样子，我抓不出毛病呢，我就觉得小雨就会很有危险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啊，周定伟老师好。我在听你这个歌的时候，我先把我听你这个歌的过程的心情讲给你听。是，我就一听啊，是这样唱，然后呢，哇是这样动，然后呢，心里想说，完了，小雨死定了。我就一路就是这样想哦，然后一听你唱完，因为。说实在，在这个舞台上要做唱跳这样的表演哦，很多，但是很少人从头一开始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哦，让大家都充满期待的很少。谢谢老师。因为在这个唱跳过程里面哦，其实有很多功夫哦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好像就够了，就够热闹了。事实上其实不是，你就是把这个细节都做到啊。好，马上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我觉得。定伟实在太厉害了！表演完，我们当下全部都哇，就是你都已经把大老二打出来了。我们希望小雨先出个梅花三就好了，会不会一下就被干掉？